呢，咱邀请哦，是来自我们新北市的青龙大哥，为咱带来好听的日语歌曲《负心的人》，来，捧爱下歌嘞。 天阳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！主持人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大家好！五哥家族，大家好！是你的。 来献花了，你看，好开心，美女啊，还有五哥都来了，哇！啊，我华裔不？我们的青龙大哥，哦，很高兴，来麦克风，来这里就高兴了。麦克风拿起来，来，哎，来这边就开心了哈。开心啊！哎，对呀，你刚刚唱那个负心的人，因为很久没有上这个舞台来唱歌。真的，恭喜哉哈，太久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不按抖啊。其实大家哈，唱歌这个感觉上哈，站在那个舞台都不赶快啊。对。好，对不对？真的。那讲心情啊，不好，站在舞台心情都好起来，好对吧？你有感觉？对。对哈，来，跟好朋友拍姐招呼来哦。好。电视机前面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新年新气象，祝大家新年愉快！
哦，谢谢。真的哈，来我们的大哥，你有没有常常去外面唱歌啊？应该有。有空才会出去啊。哦，有空哦。有空才会出去，因为我都到那个一个庙里那边哦。哦，安尼哦，卡拉 OK 哈，录钱快的啦，录钱的。哦，安尼袂歹啊，唱给大家听，这样很好啊，顺便练歌一下。互相交流啊。哎，对，有影哈。好，那下次有机会，等我们舞台弄好再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播一下歌嘞，谢谢，感谢，嘿，谢谢我们的青龙大哥。